将鸡头毛放入去，就会当自动洗清气和好打。这是由伫高中学一位各地学生蔡慕涵所发明设计。这件作品也摕到今年世界青少年创客发明展的铜牌。我们这个作品是神奇魔法箱，因为现在更多人需要戴假发，因为化疗的关系，还有癌症年龄降低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想要做一个系统，就是可以帮助清洁假发，延长假发被清洁的时间。例如说，原本1个礼拜就要送洗一次，我们可以等到2到3个礼拜，这样1年半下来可以节省43000块的费用。利用变色天丝设计，让伫鸡头毛的人以简单省洁的方式清洁。另外，伊伫去年发表的这件作品也非常厉害，透过通讯软体甲机体设备，协助轮椅上的患者向照护者通知爱换尿珠啊。这套尿失照护系统概念，让伊摕到世界金牌。慕涵同学呢，他在小6升国1的时候，就参加了日本的这样创意发明的竞赛，得到了一个全国赛。好，那进了国中之后呢，当然，他上了那个资讯科技课程，有教导，就是我们在程式设计的课程，让他从Scratch 跟现在 Python。好，那这个部分的课程，说实在，他也运用在他这次获奖的神奇魔法箱。借着对生活当中的观察，和蔡慕涵发明出长照相关的设备。学校认为学生的知识不是只有学科，所以鼓励老师将创作力用于课堂当中，希望为台南市培育出更较侪发明人才。台南新闻上海采访报道。